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YORKAR 嘅泊車示範。咁我而家咧嘗試去泊一個 L 位啦。咁咧泊 L 位咧，首先咧都係啦，去到前面啲車度 ，OK， 個車尾咧盡量接住對方嗰個車頭。咁一般以前師傅教咧就話喺呢個位咧就開始慢慢褪扭入去啦。咁但係咧通常經驗咧啲位置咧預得唔係幾好嘅。咁我哋又要再翻前，再扭一手軚，將個車頭擺去左邊，望住用魚眼鏡望住隔離車嘅車頭，唔好揩到佢，保持一定距離。跟住另外咧，亦都要留意咧，用個魚眼鏡睇下個車尾會唔會撞到嗰架車。咁你咧可以咧用地下嗰個參考線嘅，或者用後視鏡嘅，係啦。咁就可以泊翻好架車啦。咁泊 L 位咧有一個叫簡單啲嘅方法嘅，或者我叫優化啲嘅方法嘅。咁係點呢？就係咧將架車駛去你要泊個位個車頭前面，但係咧就唔好保持一個 L 型，你就將個軚盤咧向左邊扭，即係向外扭，扭成一個45度角。咁咧點解咧？因為咧你其實泊一個 L 位咧，其實你睇向後轉動嗰陣咧，其實佢都係會形成一個45度角先入到嗰個 L， 即係入到你個車位噶嘛。咁其實我哋未用 L 位去泊入車位之前咧，已經將架車個頭調咗出去，咁咧就變咗就話我哋可以慳一個功夫，就話咧容易睇個位啲。咁好似而家咁啦。我就可以唔使學之前咁泊得個位唔好要扭兩手，其實咧一手已經搞掂。咁我哋最緊要利用個魚眼鏡望住個車頭，保持一定距離，跟住慢慢揸翻緊，留意下個車尾會唔會揩到另外隔離架車，係啦。咁我哋就可以咧好輕鬆一手咧就扭咗入去啦。